咁啊，今朝咧個大市咧就喺22,200左緊就開啊，咁啊而家咧就跌緊300點啦。個恒指咧其實就未係太大問題住嘅，因為而家就基本上咧都係呢個關稅嘅消息去主導個市場啊。特朗普之前就話有機會就大幅就減翻呢個對中國嘅關稅，引嚟咧呢兩日比較大少少嘅反彈喺度啦。其實琴日白宮亦都會澄清過，就未必會減稅嘅措施，咁所以個市咧又回翻落22,000點樓下啦。嚟緊一周個恒指預測啦，主要關鍵嘅水平就21,500點係一個支持點嘅。咁如果唔穿嘅話咧，都係有機會上試22,500點，即係1000點嘅波幅內啊。因為如果個市場冇特別對於呢個關稅再有啲大嘅問題喺度咧，其實都有機會仲係一個1000點嘅區間度運行嘅。其實咧都需要留意個金價，因為今日大家都見到個標題咧，金價咧前日咧最高咧就接近3500蚊美金一盎司嘅，反而3493蚊我自己咧都係去 put 佢，去沽佢，去買佢跌嘅。啲人就話講到6000啊、7000啊，又話有生之年都會去到呢啲位置，去到唔好驚咁。但係呢啲咧，咁坦白講，去到咩位置都唔重要，最緊要就係你當時去到個價錢，你覺得係唔係值博？急升之後咧，好大機會咧就會出現一啲獲利平倉。咁同埋咧，琴日咧亦都見到咧金價咧就開始調整咗200零蚊之後咧，就好多嘅資金咧買落一啲黃金嘅 ETF 度。咁所以頭先我所講嗰個標題就話，究竟見頂未？最緊要值博同埋做好個風險管理啦。